哦真苦，但是咧真苦，已经拍到伊个面头前啊！所以后我咱爱去求因，爱去做，所以咱这以上有3队哦，总共有6队，天地神国，啊，叫啥物？万物叫后总共有6个。老主是以这6个面相，以6个面相，啊，咱叫那个啥，你来定义。那什么是因？各位咱一定讲这个是因，伊迄做初赛做爱理解，无啊嘛。举2个例子，啊，请咱各位真，咱互相来研究，无啊毋敢讲咱举的例子是这是什么？这
这个太极就是咱要讲的音啊，各位，这个太极就是咱要讲的音。咱所讲的音之后，这是关键哦，这是关键哦。武经，咱会讲是道啊，伊是体哦，天他万物的体，我们叫无极。我们现在就在无极里面，咱进这个世界的无极内底哦。所以各位，咱进无离为离天哦。咱进无离为离天，理是上，上是上内底，上是上叫，理是变化所在的地方。下加那个无极，无极生太极，所以太极是无极生成。道家无极嘛，道家无极就是他们说的太极生两仪，两仪是各自有好各自有安全。比较
乜就係